比賽啊。咁啊，見到咧就係呢個藍衫就係烏茲別克啦，咁啊白衫咧就係香港隊。咁香港隊咧係打到18分鐘咧已經失手啦。咁啊當時咧蘇利夫喺禁區外咧係呢個射門啊，咁啊范俊業咧就係撲唔到啊。個波咧球速係好快㗎。咁啊烏茲別克因為有主人之利啦。嗱呢個波射埋咧，范俊落地嗰下咧就落得咧係差咗啲時間啦，所以咧係過唔到。咁一路咧打到去上半場嘅35分鐘咧，再一次失手啊！咁啊今次咧就俾呢個沙斯基克咧自己冇埋去啊！咁香港隊個防守咧明顯咧似乎咧喺單對單嗰個能力咧就俾對方咧係比下去啊！嗱你睇睇呢個波咧係沙斯基克扣過埋，跟住咧左腳勁射，咁啊范俊想話出嚟封門咧係都冇啦。咁啊烏茲別克上半場咧領先2-0，咁啊賽事咧進入下半場啊！咁啊下半場咧見到沈國強以後備入替66分鐘咧嚟一個冷戰啊！咁呢個波咧相反啦，咁啊到對方龍門咧係撲唔到咯喎，咁啊1-2，咁啊追成咧接近嘅紀錄。咁呢球波咧可以講得話咧係同香港嘅打支強心針啊！好啦，咁啊賽事咧去到末段啊，睇睇呢個波咧彈下埋嚟，又係沈國強快半步啫，呢個波就快半步咧將個波篤咗入網啊！咁啊香港咧喺87分鐘臨完場前3分鐘咧係追成2-2平手啊！哇！呢個波咧就留意啊，細佬真係快啊！咁啊結果咧係香港隊落後2球嘅情況之下咧係追翻2球，咁喺第3輪嘅賽事，香港同烏茲別克打和2-2。